係 Nolo Channel 喺今日2025年10月10號星期五，繼續同大家二手樓嘅成交個案分享。今次同大家睇嘅就係屯門區嘅二手樓市。屯門區有部分嘅屋苑蝕讓幅度都高於平均，尤其係2018至到21年高位入市嘅業主。希望大家對於 Nolo Channel 今次分享嘅內容點讚、留言同埋分享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Nolo Channel 持續發展。似沿海一個開放式單位，業主以407萬買入，最終成交價只係308萬。換言之，單位都漲蝕大概有99萬，蝕幅24%。至於早前熱賣嘅 Novoland 一個兩房單位，業主以657萬買入，最終成交價只係510萬。換言之，漲蝕都有147萬，蝕幅就係樓價嘅22%。至於御半山呢個半新盤一房單位，業主以628萬買入，最終成交價450萬。換言之，蝕讓都達到178萬，蝕幅就係樓價嘅28%。由福彩發展接管嘅屯門提案1期同埋2期，今年年內減價推售27個單位，個別單位劈價都超過60%。戶型涵蓋一房至到兩房，售價減幅都有47%至到60% 不等。單位折實售價由原先超過600萬，減幅去到而家都唔使300萬，實際減價去到308萬，即係等於腰斬咗，因為減幅達到51.3%。區內上車盤新屯門中心一個兩房單位，業主628萬買入，最終成交價456萬。換言之，蝕讓都達到172萬，蝕幅就係樓價嘅27%。另外，區內小康苑雖然係居屋，都面對蝕讓嘅命運，業主就以481萬買入，最終成交價只係339萬。換言之，漲蝕142萬，蝕幅就係樓價嘅30%。單位集中於2018至到21年高位購入，因為當時樓價正處於高峰期。半新盤蝕讓最嚴重，就好似沿海御半山提案，銀主盤比例亦都上升，部分蝕讓個案屬於銀主放售，租金回報吸引咗投資者入市。譬如沿海蝕讓單位租金回報大概有3.5厘。今次 Nolo Channel 同大家睇嘅就係2個御峰花園嘅蝕讓個案。長益地產古文斌表示，御峰花園錄得區內客一個兩房嘅成交，原業主喺2019年就以470萬買入呢個兩房單位，此科6年轉售賬面都虧損92萬。單位就係御峰花園一座高層私室，實用面積395平方尺嘅兩房一廳。區內買家早前賣出咗原本居住嘅單位，近日就成功物色心儀嘅單位再度入市。中情屋苑樓齡較新，單位附設咗企理嘅裝修，加上客廳同埋房間都有開揚嘅景觀，而且屋苑環境清幽宜人。呢個新買家最終就入市自住，單位就係以378萬成交，實用尺價寶9570蚊。原業主喺2019年以470萬買入單位，此科6年而家轉售賬面都需要虧損92萬。喺今年御峰花園嘅蝕讓比率都顯著上升，反映出新界西二手樓市嘅疲弱情況。就算係一個連天台嘅兩房特色單位，業主喺2020年就係以550萬買入，不過今年只係以385萬賣走。換言之，呢個單位雖然係特色戶，此科5年賬面蝕讓都高達30%，蝕讓嘅就係165萬。業主原叫價450萬，最終都要減價65萬，尺價寶11635蚊。呢類蝕讓成交喺區內唔係個別嘅現象。報道所指，屯門區、元朗區多個屋苑都錄得蝕讓個案，甚至有屋苑出現100%嘅全蝕現象。蝕讓個案可以話遍佈港九新界。今次同大家睇嘅御峰花園兩房業主賬蝕都接近100萬，另一個連埋天台嘅兩房特色單位，此科5年賬損都超過1球。希望大家對於 Nolo Channel 今次分享嘅內容點讚、留言同埋分享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Nolo Channel 持續發展。我已經開通咗 Super Fans， 希望大家 Buy Me a Coffee 作為鼓勵啊！如果你見到我 YouTube 有廣告，當然希望大家幫忙睇咗佢，令我繼續有動力揾唔同嘅內容同大家繼續分享。
今次分享到而家啦，拜拜。